因地各凡性，无情亦无境，无性亦无心啊。那当然这个所在呢，这个五祖呢，去到了解这个茶房的所在，伫伊的下面的这个桌仔顶呢，来讲三个，那么呢叫伊三家，那么呢对后壁问进去伊的善办，所以讲呢，伫三家受法。三家受法，那么人人不知啦，因为伊家世家位嘛，那么家世家位的当中呢，也是就是讲伊袂当讲，奇怪无做，应该这三家是咧困，为虾米伊即间的内底火太遮光，人袂来啦？人会感觉是毋是迄个五祖有啥物代志，无太房间，善房的火倒来，所以人袂来。所以伊必定着爱注重伊的伊的啥呢？伊的即个家世家位，就是无爱互人去看着。而且呢，过去传法是单传独修，人讲好话不传容易嘛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来即个家世家位不能理解。那么三家受法人尽不知，无人知。那么呢，就是伫这个所在遍传顿教甲医法，那么呢传即个顿法，就是咱较早讲的，即个传心法要，传即个心法互伊，那么甲即个医法，即个医法是要互世间人